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能源局顶一日预告，明年再生能源电力保证收购的费率草案，其中太阳光电费率比今年降1%至3%。业者讲会伫12个高雄公听会来争取条款。接着咱来看联合报，根据交通部道安会统计。最近这4年来，伫台湾的外籍人数、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是直加悬。以今年做例，到9月底为止，都有26个外籍人士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7299个人受伤。咱来看中国时报，招家怀问题严重冲击到大专院校，未少私立科大甲企业合开移工的专班，除了鼓励移工学习，嘛希望会当消透学生的来源无够的困境。不过，办头一年，敢若有4间私立科大133个人来报名注册。学校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景气无好，致使移工无读册的需求。咱来关心有关选举的消息。台北立委的补选，民进党吴怡农是提出上山机场刷位的议题，因那国民党王宏维甲吴怡农是口说讲，无考虑到上山机场的军事用途。那吴怡农是强调讲，上山机场刷位是符合公众利益。进前侯友宜嘛捌支持，蒋万安嘛捌讲会当好好讨论。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王宏维甲民进党吴怡农就上山机场迁建议题，搁互相交手。面对对手批评疏忽军事用途，甲双指部任务，吴怡农犹原强调，上级迁建是符合上大的公众利益。松指部最主要的任务的确是行政的专机，那公共政策就是要有取舍，考量了各种的因素，我认为迁移松山机场是符合最多国人最大的公共利益。不愿意迁，什么都是理由；愿意迁，到处都有方法。吴怡农也阁讲，上机迁建，侯友宜嘛表态支持，蒋万安也讲过要好好研究。也毋过王宏维口说，吴怡农家己讲是国安专家，讲迁建所无讲到军用机场的部分，爱国防部替吴怡农补课。讨论问题其实并不需要是说这个人同意，这个人反对，我们就事论事真的要请国防部来帮吴怡农来补课一下是不是吴怡农先生不知道它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这不是一个基本常识吗？选战最后阶段大约4礼拜，吴怡农、王宏维除了就政见基地交手，初10早起也继续拍6折，到市场扫街拜票，被争取选民上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继续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嘉义市进前因为有候选人雄雄过身，所以市长的选举是延到12月18。今仔日办政见发表会，各位候选人是拢有来。民进党一个候选人李俊毅批评王敏辉，执政13年，嘉义市是拢无进步。不过王敏辉是无甲伊回应，敢若自信伫咧讲家己的市政成果。嘉义市长候选人陆续到场，确认了发言的前后，主持人宣布会以每一项政见发表2轮，一轮12分钟的方式来进行。抽到1个的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毅，第1轮发言当中，主打家己有政策，还佫有能力，嘛熟悉中央甲地方。至于现任的市长黄敏惠，执政13档，拢无互嘉义改变，爱换人做。经济发展迟滞变成嘉义市的重大问题。第2项问题就是咱的年轻人不断流失。安尼情形之下，咱要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对手的质疑，黄敏惠第1轮发言当中无回应，而是拍政绩牌，讲伊伫咧这4档建设着交通、经济、观光等等的面向。过去的吊车尾变做火车头，咱对台湾尾冲到台湾头，所以再一次看到嘉义市的能见度。5位候选人当中，佫有3位是无党籍的候选人，但是第1轮政见发表当中，有人甲现场当作是直播的节目，无讲到伊参选的政见。信心创造奇迹。Namaste。我做市长，无人顾的我市政府区，连我人动物无人区，市政府区。临时决定参选。资源都难与当权政府蓝绿对手匹敌，这场选战都相当艰难。选前黄金礼拜，5位候选人拢参加这届的政见发表会，把握机会来争取认同。记者王刘庭并交款嘉义报道。针对中国禁止进口咱国的海产的代志，
有学者就批评讲，政府无提早辅导业者。自由署表示，这段期间拢已经有打电话甲业者做辅导。另外，有学者认为讲，蔡政府若是要继续来对抗中国、保卫台湾，就要做上歹拍算，嘛要有心理准备，中国可能会全面禁止进口咱台湾产品的准备。中国无有境的暂停输入台湾的水产品，有学者批评政府无亲像日本自去年就量早辅导业者经营。食药署强调，伫知影中国拍算要杀新材料，就积极联络国内业者进行辅导。每一家业者至少都接到我们3通以上的电话。那对于业者的辅导，我们做了什么？就是专人、专区、专线。因为中国还未回复咱国内178件申请案无通过理由，无法度判定是政府辅导无够，或者是中国方面挑工雕。因过学者认为，蔡政府明明知影抗中保台策略会互中国不满引起后续的效应，可中国市场的农渔产品一定会受影响。不过，照这么看起来，政府对于事先的准备真无够。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卖方，是不是我们对他的行动、对他的偏好、对他的管理、对他的法规，是不是都要随时掌握？显然，我们政府在这方面是远远做得不够。有学者认为，真侪销去中国的农渔产品，长期以来拢靠中国牛力，或者是伫咧免关税ECFA早收清单内面，这款拢是无正常的贸易模式。中国连续禁咱国的农渔产品，动作真明显。台湾唔通过妄想中国的市场。我们还是从一种正常经贸体制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不要心存幻想，甚至于一旦ECFA取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最坏的打算，但是我们也要做最好的准备。到底台湾178件申请案为什么无通过审核？食药署催告讲，也无接到中国方面的回应。不过，中国各大办是讲，大陆方面已经透过现有的联系通道通报台湾这方面，强调这是正常的食品安全监控措施，希望台湾的企业赶紧补照符合要求的企业注册资讯，希望台湾唔通再进行政治操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天气。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会寒到拜三，而且有一波较强的冷空气，使到台湾的北部可能温度会降到14度。也若即马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可能会成做轻度风台。不过嘛，请民众放心，袂对台湾有影响。拜六下晡，北部雨势较热，西门町有真侪人出来踅街，20度也无够寒，不过有真侪民众永远穿着厚的外套。气象局指出，礼拜到13拜日温度会佫下降。东北季风的强度会比今天再更增强一点，所以低温的话，从明天一直到周二这段时间，在中部以北的低温就有机会降到16度左右。那其实明天白天的高温也会在北部跟东北部也会比今天稍微再低一点。台北季风继续增强到下礼拜拜三就是大来冷空气，原本预测有袂少机会真做入冬以来头一波大陆冷气团。不过气象局讲，这阵强度有收较细，也无到冷气团的程度。不过拜三到拜五的透早，中部以北甲东北部14到15度左右，其他所在是17到18度。再来下礼拜六，又有一股冷空气强度也来观察。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拜六早起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真有可能伫礼拜会发展成做轻度风台。初期会比较先以偏北，然后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不过明天的话是有机会呈现为一个轻度台风，不过它在持续往北移动过程当中，由于北边的环境不太利于它的发展，所以预计在生命期不会太久。热带扰动有袂少机会发展成做轻度风台，不过气象局指出，拜23又有机会减弱成做热带性低气压，而且预测的路线是往吕宋岛加东北来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较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台湾甚至比亚市伫咧推动咱的本土语言。今年是爱尔兰建国100年，台北驻爱尔兰的代表处甲都柏林的大学举办台语诗翻译的比赛，吸引真侪人来参加。即马带大家做伙来欣赏这个真少的作品。拜时的透早，落饭骹困较边仔去，予大厅加较空旷淡薄啊。
作家郑顺聪的诗《200年的定过》，讲的是一个大庙埕经历过殖民时代的火关，嘛承接即卖的和平。对照甲台湾命运相像的爱尔兰，展现出自由的珍贵。今年是爱尔兰建国100年，都柏林大学特别甲台北驻爱尔兰代表处做伙举办台语诗翻译比赛，伫17件作品当中竞出头3名。郑顺聪讲，上趣味的是在地语词要安怎翻甲斗达。罗汉卡，你台语有迄历史的意义啦，吼！啊，三个人拢完全无共款，一个是迄个 vagabond， 吼，啊，一个是 hobo， 啊，有一个是迄个 beggar， 这是拄开始阮参详讨论的是上趣味的所在。爱尔兰建国100年的系列文化活动，除了台语诗翻译比赛，清华大学助理教授刘英成嘛将小说《都柏林人》翻译做台语文。伊讲翻译的过程当中，上困难的就是爱互语句读起来有台语的开口。His little bitty black eyes。那咱若照华语来翻做讲伊双细粒佫金细细的乌目睛，安尼翻就歹听。咱一般啦，若讲翻做台语较有台语开的讲法，就是讲伊迄双乌色的目睛，细细粒仔，金细细。除了语句，伊嘛将小说内底女主角唱的 opera 翻做台语7字仔。梦中升起白玉楼。老神罗仆徛骹兜，天堂四面众人活，我来5梦甲应邀。驻爱尔兰代表处大使杨祖宝讲，爱尔兰甲台湾同款受过殖民统治，所以对文化甲语言的包容性嘛加足悬。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跟随，或者甚至民主的跟随，所以当他们知道台湾也正在努力复苏台语或者其他母语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同身受，那么也觉得这样的历史是可以分享跟交流。台语文学伫爱尔兰展现风采，杨祖宝表示，未来嘛会找机会规划客家语甲原住民语的文化活动。记者麦尚英丹保罗台北报道。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个真趣味的消息。每一个时期拢有属于迄个时代上界流行嘛上界时件的服装甲穿插。伫新竹内湾的老街。遐社区的家政班，老师就请因甲因少年时代迄当阵伫咧穿的真合拍衫裤，拢甲找出来，要互因装好水水办活动，互因体验人生头一届行舞台，嘛，或者老大人会当展现出因上水上界有自信的穿插，带大家做伙来看卖。阿嬷甲少女时代的日本和服穿出来，画面笑甲真欢喜，佮淡薄仔歹势。个人穿旗袍，挂珍珠破链装塔，规身躯看起来真贵气。台湾家政班举办活动，成员甲平常时唱茶、三独来的青春回忆，搁再找倒转来。回想我们自己少女时代有这种打扮，然后让我们可以自由的表现。那每个婆婆妈妈呢，都是翻箱倒柜的找出他们以前的旧衣服，来呈现这一次的活动，也找回他们属于回忆中的少女时代。台湾过去在日本时代，因为大量的土炭资源，民众的经济收入算袂歹，在地富人人的服装穿插嘛较好。透过这摆活动，大家重温记忆。每一个人今天看起来都是最美丽的女主角。在我们内湾来讲说，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活动，也有向心力，然后可以凝聚我们内湾人的这一个团结力。这项活动搁参辅仁大学服装系学生合作，利用现代穿衫概念结合旧衫裤，提供新的想法，协助家政班得到新的创意。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即马已经是年底啊，阁剩半个月，圣诞节就伫要到啊。不过即马全世界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是真严重。伫美国有种圣诞树的农民，因就讲，因为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这肥料甲油是拢起价，所以因种的树啊嘛只好都来起价。另外，因为饲料甲能源起价的关系，地区即马猪肉的价格嘛是跌咧起。不过，匈牙利饲猪的农民就讲，即马就算是起价，嘛无法度拍平因的生活，嘛已经强要掉顶。树仔发到一定的寸树，真正侪排列。位伫美国纽泽西的农场种7万丛树，12月是规年上无用的时间。树仔要卖做野蛋树，全球通膨问题也扫着农场。农民讲，肥料柴油根本就是逐项拢起，野蛋树也爱反映成本。
Fertilizer prices going up 350%. Fuel prices up 500% for off-road diesel. Labor's going up. Minimum wage increases. 市调显示，美国7成液氮树业者拍算提悬，小卖价5%-15%，通膨互种树仔成本提悬，也互市底农民压力重。农民指出，去年番麦计数100公斤400多块，也毋过今年计数直接翻倍，树卖也比以早起7-8成，也毋过猪肉只敢起27-25%，起互还未计入已经升悬的能源甲医疗计数。 Mert nem lesz, hiába szeretnék 2000 forintot kapni egy kiló disznóért, nem lesz, aki ezt megvegye. 互通膨逼甲伫要活袂落去，抑个英国房价邮政的员工。 Everything's going up in price, and then they're offering us a silly pay deal that doesn't coincide with inflation at all. 伦敦国会广场车牌组织数千名皇家邮政员工抗议，诉求调薪，也表达烦恼邮务系统的未来。工会也表示，到元旦节进前，要发起一系列罢工行动，争取因自费合理的薪水水平。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乡亲，这几天有较凉冷，出门都爱会记得擦衫。接下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 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也个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